欢迎收听6月23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谦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路得记的4章5到7节。路得记4章5到7节，我活着因你复活大能。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的13章4节。虽然他在软弱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可是靠着上帝的能力，他仍然活着。我们跟他连结，也成为软弱，但是为了你们的益处，我们要靠着上帝的大能，跟他一同活着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向弟兄姐妹分享的。耶稣基督在人看来道成肉身，是软弱的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上帝的大能却让他从死里复活。他领受胜过死亡的权势，让我们连结耶稣基督。虽然在人看来，我们可能肉体软弱，就在那病痛当中，在那隔离当中，在那确诊当中，但是上帝为了我们的益处，让我们不仅是自己领受这个福音跟复活的大能，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见证，使人借着我们的见证来得着益处。在今天路得记第4章，波阿斯跟那更至亲的亲属说道，他若是肯赎，就让他先赎，因为这位至亲的亲属更有权利来赎回拿俄美一家，包含以利米勒这位死去的丈夫的土地。然而当今天的经文波阿斯说到，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，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得，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。那人说，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，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，或赎回或交易，这人就托协给那人，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。在今天经文当中，这更至亲的亲属为了自己的益处着想，他不愿意赎回拿美以及他所夫家所有的土地。然而在这里，波阿斯却是愿意来赎回。谁愿意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呢？谁愿意在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带领我们胜过软弱，并且是用自己献上，为我们牺牲来赎回我们？他自己成为代价，来代替我们的罪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又经过那死里复活的大能，让我们看见原来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软弱，却也充满力量，而这力量是从上帝而来。有一个朋友，他在职业赌场欠了100万。当时有一个年轻人，他20岁出头，他觉得他想要帮这个朋友一个忙，于是他单独来到职业赌场包下的咖啡店谈判。谈判的结果很顺利，但却让这个年轻人更加陷入在赌博、赌场的深渊和捆绑当中。他回忆起最高纪录，曾经不眠不休的赌博5天5夜，但随之而来的结束，让他面对是心灵深处更空虚、更无奈。不论是输还是赢，都觉得很空虚。当时这个年轻人想，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么黑暗？但是戒赌却怎么也做不到，因为我过去已经戒300次啦，都没有成功啊。谁能帮助我戒除一切的恶行呢？
赎回我的生命，不再被捆绑。这是福气教会杨喜如牧师他的生命见证。因你十架，我得胜；因着你的十架，你的大能已掌权释放。你大能奇妙的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。在我看来，我那麻木、空虚、不安的生活，因着你的十架，经历复活的大能。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。唯有你在我的生命中，你赐给了我新的生命，你的宝血洗净我，恢复我心深处，我要永远宣扬你作为。你赐给了我新的盼望，你奇妙能力医治了我愿意献上我的灵，单单归于你，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。因你的十架我活着，因你的十架我得胜，因你大能掌权释放，你奇妙作为在我的生你赐给了我新的盼望，你奇妙能力医治了我愿意献上我的灵，单单归于你，耶稣你是我的一切。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我的生命中。主，你奇妙作为运行在杨喜如牧师的生命中，使他经历你十架的大能，胜过他感受到真实黑暗权势的捆绑。你十架大能释放了我们，改变了我们的命运，指引我们的道路，帮助我在那软弱中得着刚强，接纳我，使我能够重新得力。耶稣基督的十架不像人按着自己
的能力，按着自己的利益来决定要不要赎回我们。耶稣基督的十架是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就为我们付上代价。你的大能使我们活着，让我们活着不像死了一样，而是有那复活的气息临到我们，使我们重新恢复，使我们病得医治，使我们胜过死亡权势，胜过那些捆绑，从辖制中得着自由。这是你的能力，这是你改变命运的代价，基督十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常在想，在这大环境让人感受到无奈，让人感受到自己渺小、脆弱、软弱的时候，谁能够帮助我们？主，你亲自示范，耶稣基督在软弱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在人看来是羞耻的记号，却在上帝的能力中显出那完全得胜的荣耀，胜过死亡的权势，使我们不论在任何的境况中，主，我们只要呼求你名，只要相信仰望基督十架，我们就能够被主来赎回。因为这是你的应许，你应许要人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主啊，你要我们靠着上帝的大能与你一同活着，让我们活着就像是真的活着，活着就像是在永生中活着。活着的每一天，我们不再被命运，不再被软弱，不再被环境，不再被失败所辖制，而是要每一天靠着上帝来胜过。因为主，你十架，因你十架，我们活着；因你十架，我们经历你的大能。谢谢你带领我们，在你的话语中再次得力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在各样境况中，因着耶稣基督十架的大能，相信他已经赎回你，你不再被辖制，不再被捆绑，不再在那个困境中无法自拔，因为主已应许他复活的大能，使你与他一同活着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愿上帝赐福你，我们明天见。